大家有冇諗過，有一個男人好地地咁喺屋企瞓覺，結果咧就俾一頭1.3噸重嘅牛喺天花板砸咗落嚟，監生就俾佢砸死咗。男事主叫做約翰德索隆，45歲，係一個巴西人。事件發生喺2013年嘅7月10號，一個深夜，地點係巴西米納斯吉拉斯州嘅小鎮卡拉廷加。約翰同佢老婆萊莉喺床上邊熟睡嘅時候，佢哋嘅屋起喺山嘅旁邊，屋頂呢只係啲薄薄嘅瓦片啦，而上邊就係陡峭嘅牧草坡啦。當晚一隻重達1.3噸嘅牛喺附近嘅牧場逃走咗出嚟，跑到屋頂上邊啦食草，點知隻牛叉錯腳，成個屋頂瞬間就崩塌咗啦，嘭嘅一聲巨響。嗰隻牛連同瓦片嘅天花板直墮而下，正正咧就壓住喺約翰嘅身上邊。旁邊嘅老婆萊莉只係相差幾十公分嘅啫，但咧就奇蹟完全冇事到，就連擦傷都冇。隻牛由天花板跌咗落嚟，竟然咧只係受到驚嚇，亦都係完全冇受過傷嘅。當地嘅媒體報道，呢一個地區過去3年裏邊咧已經發生過類似3單嘅相同事件噶啦。頭2次咧係完全冇傷亡嘅數字，約翰就成為最不幸嘅事件。其實約翰咧被壓嘅時候，左腿咧當場骨折，但意識咧仍然係清醒嘅，仲能夠同咧救援人員正常嘅對話。但係送到醫院嘅時候，醫生初步檢驗咧就話左腿骨折，其他咧都冇乜大礙嘅，就叫佢喺急症室度等一等啦。點知一等就等咗幾個鐘頭啦。期間約翰咧因為牛嘅巨大衝擊力咧，內臟咧嚴重出血，情況急轉直下。到咗第2日，佢因為大量嘅內出血，已經係不幸離開人世啦。佢嘅妹夫卡洛斯咧接受媒體嘅採訪嘅時候，就話俾牛壓喺床上邊死咗，絕對係你想象中最離奇嘅死法。但係究竟係嗰隻牛壓死咗約翰啊，竟係醫院等候嘅漫長時間，令到佢最後失救而死呢？約翰嘅媽咪瑪利亞咧接受採訪嘅時候就話：我估唔到自己個仔咧會俾一隻牛壓死咗嘅。佢2歲嘅時候患有腦膜炎，差啲咧就冇命嘅啦。我一個人出去拼命咁打工買藥翻嚟醫好佢，先至好辛苦咁由鬼門關度拉佢翻嚟。點估到佢好好地咁瞓喺床上邊，就俾一隻牛壓死咗呢？